闹。没有，因为这一场太少了，中间有一段我们主人跟我们这个死的太少了，还有，这一场。跟你说，你谁还有你谁，两个一起死的。这个不算，你来不来？看看。哎呦！打緊啦！就係咁咯。喂喂！所以你看。看了看他发法律的，哎呀，我知道他那啊，来是来说能借了，去不了，说他就要300，说他打其他的，撩啥？撩豬奶，豆波啊，打波奶，都係第2堂，冇法。撩啊，你媽打波啊，都係。手打波都係開波，開波唔可以，開波唔可以轉嘅波。如果3次咧，就集啦。哇！有2分啦。咁樣好難嘅喎，可以表演咁啊！我以後你波慢嘛，波慢睇，掟咁上嚟喺呢邊掟咁接球。我打冇練波，我唔得喎。你有你，冇啦，佢有一個，喂，譬如講係咪？你嗰個大花嘅樹，嗰個嗰個木咁樣唔可以變木出嚟，變咗就唔得。好啊，可以咁咁就好大哦。我係同一個木棍，你見到好多咁多喺前面，同一個木棍大咁樣㗎。你一變咗唔得喎。所以佢係今年嘅 rookie 啊嘛，我人佢有升。亦叫 stress 啊！佢場都打到咁 stress 啊！氣都唔穩嘅，但係企穩啲，但係咪氣 tennis 嘅姿勢，佢都係打頂直我話直啲又唔係嗰啲話，唔係咩佢打到好 stress，唔會啊邊度啫？係咧，唔該多謝同我講嘅頭髮啦，我講。唔緊要啦，你大把錢，你哋帶住夜晚嚟呢度打波嚟減壓嘅，係啊，係增加㗎。係啦，我同你講唔緊要啦，你大把本錢啦。你企喺前面佢都壓力喎。啊！自己一年都喺。我鬧。大波包。大波包。慢鬧喂。有沒有抓得好？大波包，大波包。係咯。你們加2分。哎呦！哦，去了隔壁。比較緊張。
一邊佢邊一粒換兩粒。緊張咗。嗰陣時你冇嚟，我哋租嗰個15蚊角啊，帶住傻鬼咁水揾球，因為個空間大嘛，你冇隔離你空間大，水揾球。我諗住你講，因為我冇嚟，所以去買球。嗰場係你傻鬼咗嗰場。而家佢企前面係咪？我諗到我打去邊度啊？佢企前面係咪？我應佢嘅肚腩。來吧，來吧。好多啊！哎呦，你識跳嘛？OK，見你啊 ！OK， 好嘅，去前面靠嗰隻同佢打 OK 可以頂到大嗰嘅。佢流窿嗰啲我點幫佢補嘅？啱。我單講啲講咗，佢時啊打標啊，因為佢有。